Hello，姐姐你好。你好，哦，你讲国语是不是？说到但係我一點點好一點點，什麼一點點？一點點講國語，係啊，咁廣東話呢？我講到啊，少少啊，少少講到啊，講到啊，講到啊，哦，廣東話少少，國語少少。係係啊，你可唔可以介紹自己啊？可以啊，介紹自己。多謝先生太太，你好嘛？我叫 Lestari，我喺印尼嚟，我今年44歲。我離婚，我有一個仔，一個女。我有兩個兄弟，有一個姊妹。我爸爸媽媽做監天，我敬教，我信會教。我識做我唔識做藥，但係我識吹做藥。我識照顧 BB，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。洗衫、燙衫，整潔 OK 可以介紹埋上。我識中國餸、炒飯、炒麵、炒菜、湯婆豬。我希望你聽我啊，拜拜先生，拜拜大家。OK，好，唔該。姐姐啊，如果照顧一個婆婆有冇問題啊？哎呀，冇問題。你之前有冇照顧過老人家啊？我之前有照顧老人家。嗰個老人家健唔健康㗎？健康啊。健康。咁有冇試過幫老人家沖涼？好，得啦。哦，有冇試過推輪椅啊？得啦。有冇推過輪椅？有之前啊？係啊，以前有冇推過輪椅？以前冇，之前健康。哦，即係又唔使幫佢沖涼，唔使換尿片，唔使推輪椅，就純粹清潔煮飯。哦，咁要唔要提佢哋食藥㗎？有食藥。有食藥嘅，要唔要去醫院覆診啊？冇。都冇嘅。OK。好啊，如果你冇自己房，你可能要同婆婆一間房，或者瞓廳，有冇問題啊？冇問題啦。冇問題，好啊。咁呢，可能未必有禮拜日放假嘅喎，你 O 唔 OK 啊？OK 啊。好。你係咪識煮飯啊？識煮飯。你識煮啲乜嘢啊？煮菜，煮餸，煎魚，煎雞。OK。好，得，我冇問題啦，唔該晒你先，姐姐，thank you，拜拜。OK，拜拜。